真係發夢都諗唔到啊！總價58萬就可以攞低關口物業嗱，30米嘅距離對面就係澳門啦，一江之價，過咗呢條江真係大把世界撈啊嗱！身後就葡京套場，有冇熟悉嘅感覺啊？賣緊就係身後呢套樓啦，總價58萬，你就可以攞低精裝修研樓啊！落樓就可以睇到我哋碼頭咯，遊艇碼頭啊！咁我哋呢個草坪公園啱唔啱你啊？平時落嚟可以打關走嘅喎，總價58萬，睇樓。嗱就係呢一套啦，53平方一房啊，做到個中空嘅 loft 式啊，精裝修間啦，呢啲都有啊，3件套啊，市民密碼鎖啊，洗手間都空間感非常之大啊，大被褥都冇問題啊，啱啱呢個標啊，乾濕分離嘅衛生間啊，呢啲見到嘅冚唪唥都係有嘅啊，當然啦啊，個櫃都同你做好埋啊，呢個真正係一房仲係好舒服嘅，大家啱唔啱你啊？啊！58萬你就可以攞低啦。如果你唔想一次性俾㗎，唔緊要，3000蚊月供輕鬆攞低，輕鬆做完住關口物業。有興趣評論區留言，我 send 資料俾你參考啊！